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0年7月20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75篇，拿风书第1章第1节到13节，启示录14章12节到20节。今日要分享的主题是收割。台湾第1期的稻米6月份已经收割，7月份开始是第2期稻米的这个播种的时期。按算差不多11月会当收割。台湾因为农业技术的发达，已经毋是迄种古早时代春天耕作、秋天来收割的时代。到伫秋天，现在是已经第2收啊。有一段时间，台湾佫鼓励种第3期的稻米，当然大概是中部以南较济。但是近来因为开始对环保的意识有这个概念，疼惜土地的概念，政府也开始鼓励中南部的农民伫冬天的时阵来休耕，并且鼓励因种这个绿肥。安尼毋但会互即个土地得到休困，嘛互台湾人伫过年的时期会当去迄个种稻仔的田来去翕真济的绿肥，像太阳麻啦，还是迄个咱咧讲的日头花啦、太阳花啦吼，等等遮有真济的花，咱一般叫做绿肥的。逐个人拢会当伫迄个所在来看，然后来翕相。圣经其实有真济所在拢讲到甲即个种植有关系的假事。耶稣基督捌讲到野种的譬如，意思是讲人若听道理了，有实践的能力，就有收成。诗篇65篇第9节到13节，伫讲到祝福的时阵，也讲到迄个满国的丰收。耶稣基督也用即个树结什么果子来形容人是毋是伊的信，又听即个信真道。也提过无花果的譬如，葡萄的譬如。保罗捌针对即个分裂的教会安尼讲：保罗算啥物？保罗是啥物？是恁所对来信的册用，教主所赏赐逐人的，我栽种，保罗压水，独上帝互伊大长。安尼生栽种的、压水的，拢袂算得啥。只有互伊大长的上帝若定。栽种的甲压水的是一样，若是逐人照家己的条件要得到家己的工钱，因为阮是上帝会当着我的，恁是上帝所造的园，上帝所起的厝。这是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5节到第9节。讲到栽种，伫启示录14章也有讲到收割。这个伫圣经的意义顶悬，偏向伫最后的审判。咱拢知影伫农民咧收割稻米，并毋是割起来就拢总收起来，拢总有路用。咱知影伫迄个田的边就爱拍切吼，甲迄个切枝，即个咱一般讲稻草，甲耳到，过来即个米爱拍互干，即个爱去碾米的即个工厂去甲即个壳烫掉，咱讲迄是粗糠。诗篇第1篇第4节用粗糠来形容歹人的结果。启示录的经文也提到讲，时间已经到，地上的农作物已经成熟，你着爱用
即个收割的刀来甲伊收割。收割的时阵已经到啊，就爱用刀来甲伊收割。收割了爱分类，通用的，就是遮好的，甲袂通用的，亲像即个粗糠共款，就爱当去掉。不但是安尼，如果当咧结穗的时阵拄着寒流啦，或者是讲拄着热搁落雨即种的天气，拢会造成稻米感染，像讲即个稻穗的热病啦，等等遮的。即个形容信用受到无好环境的影响，那安尼会造成稻米无法度收成，因为一般即种的情形会造成一种稻米叫做空包蛋吼，就是讲稻米收成的时阵，迄个稻穗油丸徛直直，迄意思是讲迄个稻仔内面是空的。一般成熟有结好果子的即个稻穗，应该是腰圆荡荡，吼，迄个形状。一般咱讲把穗，吼，甲把穗。亲像安尼空包蛋的稻米收成的时阵，一定会互人当做粗糠做伙蛋条，甚至规躯残着甲废掉啊。咱连袂当看迄个把穗的稻仔，甲即个空包蛋的稻仔生做啥物款，有放两张相片伫咧后面。先知拿鸿摕到尼尼微，咱应该无生分，就是约拿书所记载主要的场景。先知拿鸿安尼讲。以下是有关尼尼微的信息，是拿鸿所看见的即个异象。耶和华是热心的上帝，也惊报仇。耶和华是报仇搁大受气，耶和华对伊会对得报仇，为着伊的求仇来抗受气。第三节讲，耶和华无快受气，有大气力，决断无掠有罪做无罪。耶和华的路伫广烈啊风甲狂风的中间，云是伊的骹上的土粉。伊责备海，互伊干，搁互遮的水，遮河拢无水。等等，咱搁看到后壁的时阵。就有写着伫第8节，咱来看的时阵，伊总是伊要用泛滥的大水淹没伊的地，来赶对着入乌暗。恁说什么计无对着耶和华，伊要到尽头，免过第2摆会知影。咱对拿鸿先知的即个册内底，也看见。上帝的刑罚，上帝伫落尾时阵用即个收割，特别第9节、第10节，以后咧讲到迄个高大会袂水，伊讲爱互火来烧了了。这第8节讲，伊亲像即个大水共款，彻底来灭绝伊的对敌。这个世界好若亲像伫发生现代尼尼微的预言的中间。当然，咱对遐受苦的人、受灾难的人，咱感觉真毋甘。但是，亲像即个之极权霸道、无照天理的政权，好若亲像只有上帝才有法度来甲伊收割。这对基督徒的咱来讲，搁较是一个清楚明确的提醒。当咱咧面对即个真严格，也是讲真困难的疫情的时阵，基督徒要怎样来做，才会当符合上帝的旨意？伫昨礼拜日信息的内底，咱周景生牧师有真好的提醒。
嘛咱会通看见讲，咱所着爱负起家己做基督徒的本分，伫即个抵抗病困、防疫的即个中间，做一个坚强的精兵。当收官的时，咱的价值，上帝家己就会判断。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7月2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5篇，拿红书第1章第1到13节，启示录14章12到20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收割。台湾的第1期稻米已经在6月份收割了，7月份开始第2期稻作已经开始播种了。大概预计在11月会第2期的稻米收割。台湾因为近年来的农业技术发达，已经不再是古时代那种春耕秋收的时期了。到了秋天，现在已经都可以第2收了。有一段期间，台湾还鼓励种第3期稻作，当然大部分是在中部跟南部地区。但是今年来，因为环保意识的高涨，我们开始对爱惜土地有了很深的概念。我们的政府也开始鼓励中南部的农民在冬天的时候休耕，并且鼓励种植所谓的绿肥。此举不但让土地得以喘息，更让台湾人在过年的期间意外的可以到稻田里面去拍摄这个太阳马啦、向日葵啊、青皮豆啊、木树啦、波斯菊啊、油菜啦、百喜草等等的这些美丽的花田。圣经里面提到种植、收割的比喻，其实有好几处。耶稣基督曾经以这个撒种的比喻来谈到一个人听到之后他的实践能力。有实践能力的人，他会收成100倍、60倍。诗篇65篇9到13节谈到祝福的时候，也提到满谷的丰收。耶稣基督曾经以这个什么样的树结什么样的果子来形容一个人是否能够听信真道。他也提过无花果的比喻、葡萄的比喻。保罗曾经对那些面对分裂的教会这样说道：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神的同工，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3章5到9节。启示录14章提到的收割，在意义上较偏向于最后的审判。我们都知道，农民收割的时候，并不是全部都收起来，或是说全部都有价值，全部都要用。我们看到，在农民在收割的时候，农田的旁边会有一个打谷机，会把那个这个谷物打下来，然后旁边的这个稻草就把它放一边，因为就不需要它了。然后再来会送到那个碾米厂去，要把那个米的外壳脱掉。我们说那个是粗糠。那诗篇第1篇的第4节以粗糠或是糠秕来形容坏人的结局。启示录的经文提到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农作物成熟了，用你的镰刀收割吧。
收割的时候到了，就用镰刀收割。收割之后就要分类，这个是一个审判的概念。我们要将那个可用的，所谓的好的，与不可用的如初糠，就把它丢弃。不但如此，如果在开始结穗的时候遇到了寒流，或是高温湿热，会让这个稻米感染所谓的穗稻热病，就如同一个人的信仰受到不好环境的影响一样，可能会造成稻米无法收成，一般我们俗称为空包蛋。就是稻米收成的时候，稻穗仍然是直挺的。一般来讲，成熟而饱满的稻穗应该是弯腰点头的形状，一般我们称为饱穗。像是这样的空包蛋，稻米收成时也一定会被当成粗糠一样丢掉，甚至整块田就干脆不收它了。我们可以看后面的两个图片，一个是饱穗的一个点头的稻穗，一个是直挺挺的我们说空包蛋的这个稻穗。在旧约先知拿鸿书提到了尼尼微城，对于尼尼微我们应该不陌生，就是约拿书的主要场景。先知拿鸿这样提到说，以下是有关于尼尼微的信息，是伊勒哥斯人拿鸿所见的异象。在经文里面，他讲了上帝对于这些作恶的人的严厉，上帝对这些人是不轻易放过的。所以他在第3节的后面他说，上主行走之处，暴风骤起，云彩是他脚下扬起的灰尘，他斥着海，海就枯干，他使江河干固，他使巴山地萎缩。他讲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用大自然的现象来形容上帝的怒气。然后到后面第8节的时候，他说他又像一股洪水，彻底灭绝他的敌人，他把敌对他的人驱入死亡。然后一直到这个第10节，像纠缠的荆棘和枯干的麦棘，你们要被火焚烧尽尽。这个就是我们在说的类似启示录14章或是拿鸿书，都用这样在启示那个收割之后那种审判。第8节说，他像一股洪水，彻底灭绝他的敌人。这个让我们想起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现代尼尼微的预言。当然，对那一些受苦受灾的人民，我们觉得很舍不得。但是那样的集权霸道的政权，似乎只有上帝才能够收割。这对基督徒的我们来说，更是一个清楚而明确的提醒。当我们在面对严峻的疫情的时候，基督徒当如何做才能符合上帝的旨意？昨天主日信息，周景生牧师有很好的提醒，盼望我们能够肩负起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本分，在抗菌防疫中做一个坚强的精兵。在收割的时候，我们的价值，上帝自己会判断。